师傅，这是我做的。你看到我的东西了吗？那不是你做的面具吗？吴师傅，这张面具是我做的，被易欢偷偷拿了。易欢，他居然偷懒不肯做作业，居然偷了同学的功课来搪塞我。上课的时候，易欢竟然还装病。易欢这孩子呀，比其他的孩子都聪明，只要稍加努力，前途不可估量。每次都是这样，认错认得贼快，可是一掉头，就外甥打灯笼，照旧。易欢，从明天开始，别人练1个时辰的功夫，你要练2个时辰。别人做1份功课，你得做2份。你这样根本不配做晋王的女儿，日后还怎么指望你光复大明？欢，不要让我失望。你这孩子今后要多用点功了。易欢，